以道自見，釋經靈修。一句話的苦難。馬可福音1章12至13節，聖靈立刻把耶穌催促到曠野裏去。他在曠野40天，受撒旦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起，且有天使來侍候他。正如尋日所講，耶穌喺曠野接受試探嘅經文記載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3卷福音書當中。嗱，其中馬可福音最為呢個嘅簡短，只有2句經文嘅記載。馬可福音將整個耶穌40日嘅經歷用咗2節經文嚟到表達，呢個係一個非常值得我哋去深思嘅事情。當然，從技術上嚟睇，馬可福音係最早嘅福音書，佢將耶穌嘅經歷簡短地捕捉描寫出嚟。如此，我哋可以發現馬可福音嘅作者以一句說話，將耶穌曠野受試探嘅起源、過程同埋結局都總結喺一節嘅經文裏邊。40日一句說話總結咗。我哋作為讀者，好容易去忽略呢40日嘅內容。40日一個漫長嘅旅程，一日一日一日咁樣過去，或者40日嘅試探，重點係你身處其中嘅每一日每一刻。試探、苦修、歷練，重點都係過程。如果我哋早知道結果，如果我哋早預計到完結嗰一刻，如果我哋帶住總結嘅視野去看待呢個生命嘅苦難，我諗任何嘅苦難都只不過一句說話嘅重量。但係曠野嘅重點從來都係過程。當一個人身處喺過程之中，哪怕係幾咁微小嘅苦澀，哪怕係幾咁短暫嘅迷途，我都會發現嗰種嘅重量，更從而發現上帝喺其中嘅恩典。冇錯啊，模糊籠統地觀看生命，我哋只能夠體驗到模糊籠統嘅上帝恩典。因此，弟兄姊妹，我哋好好嘅嚟到預備自己，進入耶穌基督40日嘅曠野經歷，一日一日咁樣嘅同佢同步啊！弟兄姊妹，你最近嘅生活感覺得好快嘛？所謂靈修，其中一個重要嘅事情就係將自己嘅平淡普通嘅生命逐一逐一嘅嚟到去細想，你會發現佢從來都唔單單係一句說話就能總結嘅。以道自見，釋經靈修係由建道神學院推出，作者陳偉安，播音葉清、陳偉安。